咱看到这川普拄着意外全球拢带一条，咱的总统赖清德，就随伫网络大文，希望川普会当赶紧好起来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随敲电话予 AIT 的处长郭立言，请伊来转达咱台湾的慰问。也那川普这场案件也互人想到20年前淡水边前总统的枪击案。 2004年3月19日，咱国第11届总统大选前一天，竞选连任的陈水扁甲副手李秀莲伫台南拜票，炮啊声中捡2粒枪支击着陈水扁的腹肚着枪。20年后竞选总统的川普嘛伫造势活动的时阵互攻击，互陈水扁感觉真意外。真的非常的震惊。宾州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民主圣地，所以有很多的巧合，嘛爱互咱特别爱小心。 美国会发生，咱台湾，咱嘛得爱小心。除了3月9枪击案，伫大选期间，另外一个互证人意外的政党枪击案是2010年11月26日，五都选举的前一暝，连胜文上台助选的时阵，去互嫌犯林政伟正近的距离枪击头部，当时现场一个姓黄的民众的头去互榴弹击着，送医救无转来。另外，2002年11月16日，台北市议员陈正奇出席喜宴进前，去互匪徒正近的距离开3枪死亡。即马川普拄着攻击，全球拢真意外。总统赖清德随伫社群平台出声，希望川普早日康复，并强调伫民主国家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嘛第一时间敲予 AIT 处长郭立言来转达。国民党是透过驻美代表处转达慰问甲关心，各界嘛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敢会因为安尼受影响。对川普当然他有短多的效益，但这短多的效益是否可以维持4个月？其实真正的一个竞选活动是一般都是从9月才开始。 主要还是要看这2位候选人本身他的一个表现。学者分析，川普受伤了后，也是手举管得好药的形象，短期内会互共和党声势大起。不过美国选举11月7号才上场，将近4个月时间变数也真多，无法度直接论断结果会如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